今仔日咱要先来关心美国公布对等关税，甲台湾扣20%。不过行政院昨昏暗时也证实，实际上咱台湾的关税是原底关税，搁加上20%。针对这点，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提出质疑，讲政府甲大家讲20%，其实根本就唔拿。也那民进党团讲4月份行政院就有对外说明啊。 面对美国出对等关税动群，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证实，咱国对等关税是原有税率搁加20%，唔是加20%尔。台北市长金万安呼吁议化中央第一时间就应该讲清楚、讲明白。不要是一次次挤牙膏，很被动破碎式的讲，让产业和民众持续的抓瞎，而无所适从。能够把关税降到最低，而且不叠加，这才是我们 的目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质疑美国对等关税切正式上路，不过经贸办拖到7月暗时才证实，唔拿20%。要问赖政府这种暂时欢喜，还够偌济？我们的政府从头到尾都在丧事喜办，一直跟全体国人说，我们所适用的20%的关税，跟其他国家比起来如何，用黑箱的方式。 到现在还在用暂时性的关税来蒙骗国人的方式是没有办法真正解决问题的。美国这一次与世界180多个国家所进行的新关税的谈判， 都是外加的方式，而不是内涵，不是针对性的对台湾，也不是现在才掌握的讯息。吴思瑶讲，行政院4月7日的记者会，政府杨定年就清楚说明，美国算法是最惠国税率加对等关税税率。不过，luật师报点出，日本政府对美国甲讲好的15%变做加15%，正式抗议了后，美国嘛随修正，名在台湾里。 日本做得到15%，属于内涵的。将来的话，我们跟日本同样类似的产品，比如说像工具机业、像机械业，输到美国的话，我们竞争力马上少掉了。经贸办阁声明，咱方谈判团队也继续甲美方磋商，争取更加合理的对等关税税率，并同齐讨论供应链合作，也甲232条款相关的议题。经济部嘛指出，因为谈判的停输安排，台美双方还未完成总结会议，只要后续达成协议，可望搁再调降税率。记者采访报道。